嫁给。起来！干嘛呢你们？就我新去那个公司有点事儿，老总让我现在就回去。现在回去？这都几点了？要说是急事儿呢，你们先玩啊，我看我那边要是完事儿早，我再回来找你们，好不好？算了吧，已经太晚了，咱们走了。就是，今儿玩的也很尽兴了，也给下次留个念想啊。那我们走了，他喝多了，你给我送进家门才能走啊。放心，交给我放心，别再喝了啊。哎，我知道。祝他注意安全啊！哎，再见啊。哎，怎么都走了呢？那酒还没喝完呢，我还没有敬二部长啊。我们下次再敬啊，我们现在回家休息。好，哎，再走。我就要这样喝。没事，回家喝啊。慢点啊。咱们就回家继续喝。大哥哥，你说我今天调的酒好喝不？太好喝了，咱们琪琪调的，那就是琼浆玉液，那都是天上来得见的，对吧？大哥哥，最可爱了，又是太恰当了，我喜欢。大哥，是，你想做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我继续嫁给你。起来！干嘛呢你们？你怎么喝成这样了？喂，冰库啊，你也来啦！楚木呢？那个他有事先走了，让我送琪琪回家。我没喝多少，主要是琪琪的酒量不行。走，我们再找家继续喝。喝什么？醉成这样了，喝什么喝？我送他回家。哎，走。喂，大子哥呢？干嘛？干嘛？回家。他回他自个儿家。走。哇，拜拜。小心点，慢点。你没事吧？你装醉呢？你要是我明天早上晨跑的时候一定要叫我，我要看日出。谁敢叫你啊？我可没挨咬屁。那你不会咬我呀？我又不是没有叫过你。你玩诈尸呢是吧？我开车呢，你别老吓唬我呀。我要看日出。你干嘛非要去看日出啊？你答应我18岁考上大学要带我看日出庆祝的，你说话不算话。你说话不算话。我考上啦，大专也是大学啊。可你根本都不在我身边，妈也不在，小儿头也不在，没人带我看日出。你说18岁是成人了，是新开始；考上大学是成才了，也是新开始。所以要用日出，用最美最美的日出庆祝。可你说话不算话，你都说话不算话，都不算话，不算话。三把的关系网那么广，肯定没问题的。而且现在咱们都知道对手是谁了，反击起来就不会那么被动。反正我有信心，这难关一定渡得过去。哎，对了，这事儿先别跟杨跟琪琪说吧，因为他俩要是知道了，也只能干着急，什么忙也帮不上。我正要跟你商量这事儿。
看见琪琪的鞋，她不会还没回来吧？啊，不可能吧？琪琪，琪琪，琪琪，杨，行，不在。啊？你赶紧给我打个电话吧。好嘞，电话也没带。我给崔达打一个。喂，达达。哎，那什么，琪琪跟你在一起吗？跟薛洋走了呀。啊？琪琪跟薛洋在一起？不是，你确定吗？确定啊，要不我就送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就是问问啊。你睡吧睡吧啊，拜拜。琪琪跟杨在一起啊？啊。我给杨打电话，他手机也关机了，估计是没电了。如果你要是不放心的话，那我们回酒吧找找吧。他们现在肯定不在酒吧了。我其实也没必要担心啊。琪琪跟薛洋在一起，没事。不一定哦。啊？孤男寡女的，还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点什么的，比如爱情。他们俩，爱情？叫你宠物还真叫对了啊，智商都一样。啊。等他们回来吧，总得问问他们到底去哪儿了。我得第一时间等到他们。谢谢你啊，一知道周家的行动就马上通知了我。自己家事儿，应该的。宠物，这个名字真的很适合你。啊？很真实，很善良。哦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只能把我姐当一家人看，千万不能有别的想法，要不然我可饶不了你。像我姐这么优秀的人，可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对她动心思的。